九因歌大挑戰遊戲玩法係咁嘅，根據畫面上嗰句九因歌嘅上半部分去接下半部分，總共有20條，睇下最後你接到幾多個。如果明白點玩，我哋就開始啦。61娛樂47 28 25得10 14如4 66 36 38 24 96 54 92 18 55 25 29 18 71如7 45中20 36 18 82 16 18如8 77 49 59 45 83 24 16如6 97 63唔知你又答啱咗幾多個呢？歡迎留言講你答啱咗幾多個。最後，如果你鍾意呢個遊戲，歡迎點讚、訂閱同分享㗎。下次再見啦！